日本广岛县立神边旭高校164名师生来到佳琪高中，一队在校门口列队隆重欢迎，更在师生的热情接待下步入礼堂。佳琪高中在2013年的时候，跟这个日本广岛的神边旭高校建立了姐妹校。那过去呢，这个台日之间呢，一直有很多的这个交流。那当时正好在我们90周年校庆的时候，合照的时候比出爱心。两间学校缔结姐妹校，至今已经10年，在佳琪建校100年的时刻来参访，别具意义。市长黄伟哲特别来见证，也一一致赠伴手礼给神边旭高校的师生们。那我相信，接下来两个学校的情谊越来越深厚，两边的互访也会越来越频繁。不管是文化的交流、体育的交流、教育的交流、学术的交流，我觉得其实都陆陆续续展开。那台南市政府也愿意跟佳琪高中全力来配合。久しぶりに佳琪高級中等教育学校に来られてとても嬉しく思っています。生徒同士がいろんな体験と交流をして。友情を深めてほしいと願っています。这天不只有系列的交流课程，重头戏是在90年历史的课桌上，开封10年前的茶叶罐以及珍贵的时光胶囊，象征着台日学校的友谊，希望能年年相互持续深化交流。记者郑怀台南报道。OK。